如果用3個詞語形容呢個過程咧，我會揀係期待啦、係煩惱同埋係感激嘅。期待咧，因為咧我係好想期待緊自己究竟參加完成咗呢個比賽之後咧，究竟我有幾多嘅個人成長。咁咧，而煩惱咧，亦都係因為我經常咧都喺比賽過程之中煩惱緊點樣先可以提高我嘅作品嘅完成度，做得更加之好。咁而感激當然係對我嘅公司同埋團隊，仲有屋企人嘅支持。如果要用一場電影嚟形容呢個 OFMP 嘅比賽咧，我會揀張家輝嘅電影《激戰》。要係有一個高強度嘅訓練啦，咁而有一種咧唔好怯嘅精神，堅持到底。咁我引用翻電影嘅對白啦，就係都有今次參加比賽嘅原因，就係我唔想熄燈嘅時候，連一件值得記得嘅事情都冇喎。如果就咁睇中間比賽過程咧個辛酸程度嘅話咧，咁可能真係要謹慎考慮。咁但係啦，因為常言道咧，越難爬上嘅山咧，先至可以咧睇到越好嘅風光㗎。咁所以為咗睇到呢個風光咧，咁我都毫無疑問咧係會再次參加呢個比賽嘅。其實參加咗呢一個比賽之後咧，咁對我嘅個人嘅能力咧都有個好大嘅提升，包括咗啦係個溝通技巧同埋咧個案分析嘅能力，亦都咧直接咧提升咗我嘅專業技能，令到我可以咧未來咧更好咧服務我嘅客戶。